来看陆军今仔伫屏东的九坪基地进行年度的操演，早起国产的绿色减力飞弹系统进行实弹打击15公里的训练哦，将对敌军拍3发拢有拍到目标，真是优秀的性能。这嘛是绿色减力飞弹系统头一届伫媒体面头前来执行任务。 绿色减力飞弹自飞弹车射出去，伫发射架留下阵阵白烟，随后就拍到伫15公里远的不明目标定翼机。绿减力飞弹再度发射，这届目标同款是伫10几公里远的敌军旋翼机。因为绿减力飞弹有雷达导引，所以就算是无人机这款的无人载具 UAV， 同款会使精准掠到目标进行打击。国产的绿色减力飞弹系统有电子反制能力，而且射程达到15公里，面对来犯的敌军战机也是这个旋翼飞弹，拢总会使拍落来。 陆军13伫屏东九坪基地进行这成功操演，绿减力飞弹是用空射天剑力飞弹做基础来改进，唔但会使代替射程只有8公里、性能较具的这改球飞弹，也会使甲空射的天剑力做伙来强化陆空共同防空的能力。它是运用向内雷达车对目标实施征收以及追踪，相较于我们以往使用的红外线追瞄械速防空飞弹系统。 它更能够避免在射击期间遭受到目标区其他的热源干扰，并且它的射程以及它的防御半径以及机动力，均较现行的射击载台为优。不过，煞发生红霞霸机伫要起飞的时阵对边啊并去，不过无影响到演习。初步判定是左侧风瞬间过强导致。那另外，这个靶机侧翻呢，也不影响我们整个的射击的训练任务。 国军唔但有国产的防空系统，嘛有向美方来买的这国家先进地对空飞弹系统，有较强的资料链整合甲多目标的能力。未来甲机动部署能力好，也佮有国产化弹药供应优势绿减力配合，会使来按照任务的分配来实现密网式防空，和台湾伫中阶部分的防空有多展示的防卫效果。公司新闻欧阳张允如屏东采访报道。